仙，我用我毛赛连线。金水仙基本上她就是一个很乐天派，然后觉得自己很美，然后意外的有自信。他心目中来到客栈以及在冥界的目的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，就是无名。给你5秒钟做这个戏哦。来 ，action！ 你要先动。你要听你知道。发现不对，为什么？你要可以吧？你要，就是你要啊，我输了，你要继续享受手指头这样下面的感觉。我跟水仙这部戏的感情戏，比较重，一开始都是由他来带领我，怎么样诠释，怎么样不要害羞啊，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个建设。咱去找一个无人熟悉、气氛的所在，规个世间敢若剩咱两个人，无爱，一点仔都无人享受着。是讲吼，我今仔有去访问金鸡子啊呢，啊有讲到你哦，伊讲你吼咧学戏有够含慢的啦。到了第2单元，借着他的师傅，让他回到了真前的记忆的时候，很多的重量以及水仙真正的内心世界，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需要极度的专注力跟费心思的一件事情。是无唱伊的戏，伊就会在台顶来拄到迄款代志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有一场戏是还没 action 之前，我眼睛就一直看着金枝，然后我觉得迪梅姐很暖，她那时候一直在给我眼神，所以在5、4、3、2 action 之后，我走向她的时候，我已经忍不住了。做一个演员上重要就是啥？你无想干啦？水仙就像说以前的我，跟他在对戏的时候，我好像是看到我以前在学戏的时候，好像是看到我以前的老师，也是像我这样子，表面上他很严格，对你什么都不好。可是私底下他是蛮心疼你的，就是把你当做他的自己的儿女一样。很多时候都是要因爱而有误会，但最后要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所以要如何去和解？不管是水仙跟自己和解，还是他跟师傅和解，这一次我相信我在跟水仙索取的礼物会非常多，我会毫不客气的跟他拿完，然后让水仙陪着方佑兴继续去游玩戏剧圈这个世界。